我係 Justin 啦，我係設施管理部嘅同事。一開始都係細個讀完書啊，咁媽咪就有時間就帶我去保齡球場咁接觸保齡球嘅。認真少少去打嘅話咧，就係因為我啱啱入職嘅時候咧，俾啲同事毒去打嘅，自己落咗坑咁樣。我叫 Gary 啦，咁我喺聯合醫院嘅採購部工作嘅。咁我打咗保齡都超過25年㗎啦，都唔算係前輩嘅。咁啊，同隊友啊，同其他朋友打波咧，我哋真係分享心得咯。見到可能隔離有啲人啲姿勢好靚啊，見到個波可以點解好似掟個彎咁就會傳中到咧？成件事好似好華麗、好美麗咁樣。保齡球有好多唔同嘅動作，或者可以拆開好多唔同嘅部分。咁我自己覺得最難係個節奏同埋個 timing。打波嘅時候，咁梗係想打全中㗎啦。咁如果打唔中就梗係會好擔心下一球保唔保中到，自己會深呼吸啊，等自己唔好咁緊張啊。咁因為一緊張嘅時候咧，就會好多嘢都會做錯。喺我哋嚟講，保齡球每一球都係獨立計算嘅，自己集中打好每一球咯。啲球失咗唔緊要，我哋有機會再追得返。